嗱，講翻今次其實田總咧就話研究，佢一直都研究緊啦。佢話就係擴大呢個賽事規模同埋參賽人數。咁佢話包括延長嗰個賽事時間，同埋研究個新嘅路線。咁講緊延長賽事時間，咁有人都提到話係一日內係再拉闊啲嗰個賽事時間，定係可能分2日咧？咁有啲咁嘅討論嘅咁，你嘅諗法係點樣呢？我嘅睇法就係話，其實最主要就係睇下本地居民對於呢個賽事嗰個支持度。譬如話，如果大家仍然記得咧，喺10年8載之前咧，我哋跑過灣仔銅鑼灣嘅時候咧，有啲商戶認為，喂，你今朝跑咗半日啦，令到我半日冇生意做啦。即係如果大家諗下，我哋喺環法單一賽裏邊會唔會有啲地方經過嘅時候，嗰啲市民話睇，你哋唔好嚟啦，我哋要話即係做生意嘅。咁呢樣嘢雖然唔係好多人提出，但係市民有聲音咧，都會影響到呢個即係賽事個名聲嘅。咁我認為咧，首先就係話，當我哋設計呢個1日或者2日分開嘅比賽嘅時候咧，我哋要知道呢個所謂運動產品啊，作為一產品推出嘅時候咧，我哋想做啲乜嘢。咁所以第一樣嘢就係要造成呢一個運動賽事嘅良性嗰個名聲，讓好多市民咧係支持啊。雖然佢有少少成本付出，同時之間咧，我哋用票尾經濟，而家國內都做啦。我哋用嗰個參與嘅時候，啲人完咗嘅時候會肚餓嘅喎，飲嘢嘅喎，去大家傾下偈嘅喎。其實揸住嗰個參與一個數據啊，或者一個票尾咧，可以去附近嘅消費。咁我諗呢種咁嘅做法咧，就令到個產業係互相係 win-win 啊，雙贏嘅。咁另一樣嘢咧，就係如果2日同1日嚟講咧，我哋諗下究竟2日賽事或者1日2次嘅賽事，究竟個賽道同埋設計係點樣？我個人嚟睇咧，香港咧即係坦白講，你要淨係封路咧，呢個都係好大件事，因為即係香港地少人多，所以咧亦都得到市民同政府嘅合作啦、接受啦。咁同時之間咧，我自己睇呢一次馬拉松，我哋嘅最終目標唔係希望就滿足12萬人嘅參加，由7.4加到10萬、12萬，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最終目標。想做到啲乜嘢喺產業方面咧，係達至更成功嘅目標。譬如話，我哋將國際馬拉松將佢國際化嗰個運動選手啊，提升嗰個質同埋量。另一方面，我覺得應該有一個名號走出嚟，其他嘅業餘跑手佢哋上嚟做乜嘢咧？我諗到個舉例 PB， 叫個 PB 馬拉松，即係同佢分開。我哋睇到波士頓咧係分得好嚴格，幾多歲、幾多時間入到嚟。咁樣如果我哋令到有2個馬拉松賽事，我哋一個咧就係國際馬拉松嘅，就係話呢啲比較專業嘅。另一啲我哋成日都講 PB， 知道最佳成績完成賽事第一就係得到自己最好嘅時間。咁如果 PB 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好容易分咗流去2樣嘅時候，分流有乜好處咧？就係話喺賽事期間咧，我哋能夠將唔同水平嘅跑手分開，讓嗰個時間推得更快，跟住人流走得更快，同時之間咧減少嗰個即係喺好密集樽頸嘅地方咧係有產生意外。所以2個賽事嘅馬拉松，無論佢同一日舉辦，抑或分開2日咧，我覺得喺個內容性質要分得好清楚。一個係國際性嘅，提升國際地位嘅馬拉松，另一個係 PB 馬拉松，令到所有業餘參賽者達到一個自己嘅目標。